乡亲同乐飞，大家来相比。大家好，我是朱福金。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今天做乜嘅啊？看表演呐。哦，接订单呐。对啊，接嘛个订单呐。哎，我们的乡亲朋友，俺的长睡仔就是我们的订单呐，要有他们才会有我们的衣食父母，就靠他了。你到底在想什么？没啦，忙啦。制作单位吼，然后讲天发吼踊跃，就是很大报名的很多很多。对。懂得乡亲朋友打天发来报名，还有个 FB 吼按赞的朋友太多了。哦。故说来到今日来到桃园，看到桃园给乡亲吼带来的生活那个身怀绝技。他有没有可爱？他其实很可爱，但是看到我对你们会觉得我无奈吗？没啦，太感动了。很可爱啦，很可爱，对，大家都喜欢来看帅气又可爱又充满身怀绝技的客家小王子啊！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看他介绍评审老师哦。不相信的话，来，谢谢。歌友班欣赏廖秋玲欣赏，金钟奖 DJ 齐泽理欣赏，父亲班欣赏用心图欣赏。接下来看第一组的表演。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钦定的，迄讲3位评审一致通过，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甜蜜的笑容，色彩也等一笑。风把就该在不在，谁没安将爱马上，爱上的是温柔后生，爱不会差。风把就该在不在，谁没安将爱马上，爱上的是温柔后生，爱不会
最甜蜜的笑容，色彩也在映射。风花就该插落茶，心爱安将为玛莎，爱上的斯文又后生，爱爱不会差。风花就该插落茶，心爱安将为玛莎，爱上的斯文又后生。谢谢，重赏鼓励，太棒了！该到你也看精彩的表演呢。谢谢谢谢。用可以用客家话简单，老太家问候一下好唔好？好，乡亲同乐会的大家好，评审好，2位主持人好。哦，你好，分享。谢谢。好伟大的老师。莫啦。亚一代年的天子军团成立的一多年，T4年，你啊喺挨到喺新阳平社区大学开课，那我本身係教钢琴的先生，係本來全部都教細人，教20人，你啊細人全部黑社會，所以就搞美少女，温春，没有错，温春开你的钱啊，那的美少女比较有能力嘛，对不对？嘿呀，那的美少女们亲可爱，你黑人妻班啊，人妻班也很多人夫，你有人夫，还有主妇，对，哦，人夫在那，我们那边有一个学生呢。不敢，太开心了，是谢谢。他们讲啊，调多样提供金兵你的这些子弟兵呐，是啊，第一次，嘿，你啊嘿，给他到学3年人体摆出来表演，决定要来参加了表演哈，这样聚起来练习200天2次啊，对，这哇，调下冲过去那啥？他这次让我拉出来当主唱人，其实他也是我们的学员之一。对，我们的学员不是只有女性，高龄的有70几岁，哦，70几岁阿公嘿，阿公啊，嘿阿公，那你有希望了哎，问小江老师，你不要跟我抢，我们听讲评了好不好？好啊，好感动了，那个心痛老师，心痛。欣赏，今日看来第一摆表演看唔出来呢。真勁哦，同真的吼，我感覺我條下有認真坐解看哦，我感覺你先生懂認真哦，有一個地方好像係打貝斯的，係嗎？有一個是彈貝斯的，對不對？對嘛，哈，對，那其他有一些彈主音啊，這就所謂的我們的那種分段式的合作，就是合作方式上，我覺得很不錯，很棒哈。那我真的要給那個唱歌聰哥主唱哦，該舞台今天很放鬆哦，剛剛衝起來去強鬆哦哈。那我覺得不錯，加油哦！謝謝楊老師，繼續加油啦！第一次上台真的很不容易的，我覺得勇氣可嘉，沒錯，對不對？那其他就是靠經驗來補足了，好不好？已經相當好了，我相信給畢業分數也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好，3位評審先生有通告冇？來，請按燈。我刚刚有一直看到一个角色老贝少，他刚好是我们道地的客家人。大家好，来嘿老贝少。我相信给毕业分数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3位评审先生有通告冇？来，请按灯。来，一致通过，把小康老师换掉。这可以当你们的基金呢，好不好？你看3位评审先生全部一致通过哈。好棒！小康老师问题。
没啦，开板车呀，吸取经验啊，交流啦，谢谢你哦，下次再来哦，好不好？谢谢。那你看下来看汉族的表演。嘿，个神奇的真神奇，头摆有一个两兄弟，隔壁有一个老人家，老人家，佢786好骑马，骑到太祖下，骑起快了17多慢躺下，佢7多慢坐下，老人家骑马難下馬，實揾睇嚟坐火車，火車沙來跌落馬，佢揾個下來行。順沙嚟流山巴，佢一路行一路看，看到個檳榔攤，一攤又一攤，檳榔小時嘅身材唔會差，小時時嘅作拍渣，看到木花花來食檳榔無練渣，食到富士夾馬架來富士馬架，嘿。cái mồ thống là chân mồ thống, ship bao trùng hay treo xì đồng, cái xì đô ha mình bên công đồng, cái kỳ cái片老俩片，但都冇相同，俩片專門係老公打婆娘，kỳ cái片專門係婆娘打老公，cái兩公婆講冇三機位，cái打，cái中，一下子有耳孔，一下子白屁孔，頭南咪打到太馬孔，捱來看到是唔搶車。實是老記站對動，麥街講，麥街說，唔好打咧，唔好撞，兩曬個情侶講來本藝談看馬沙卡搖動，個富人家談下多，老牙個手嘅肯定機，一撞在入同，個馬到假老公，個過帽子、切腿子、個撩妹子、個短命子，因為求人個6月動，上長一隻爛火蟲，捱來談下多，漸就會消失來。會消失，嘿，個竹板打到兩下來，個時間已經差唔多，希望大家嘅欣賞，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快樂多呀，快樂多。眾神鼓勵，飛揚，祝阿爸好，阿爸你好，電視機頭前呢，阿你鄉親朋友。大家好，你好，仲阿伯好，因為我想學一個大竹板嚟。我係新陽平社區大學嘅學生啊，兼志工嗬，我是古嘅書壇啊，按客家文化傳統嘅書，按自家閒是翻嚟看，你看到了啲童謠嗬，童謠，做生意嘅時節是上到講，哎呦，念起來即當孫啊，台灣做生意是按樣過來啊，小皮球、香蕉油，個滿地開花21、26，就念起來我是恢復到頭個按樣嘅童年嗬，是在當神奇，一念即家有興趣嘅，上港冇辦法應答我夫人家講，上港冇辦法嘛，啲咧所以冇人個大馬東西，佢炒先，慢慢的，即家都有得心得嗬，為咧按新陽平社區大學有這個典禮開學典禮嘅時間，有表演嘅時間，我是上去毛遂自薦，很好呢，對，好，談公平好冇？嚇？談公平好冇？談評審欣賞啦，評審欣賞公平一下啦。哦，你有請到那個廖秋玲先生。鍾先生以後，因為我在搞生意咧，我知道你有咩當好，但是呢，我一啲啲建議嗬，我意思講。啱嘅動作嗬，要出來，安尼較定一下啦嗬，什麼我建議啦嗬，什麼定一下嘅秋玲先生，什麼先生，評審先生就講就會加強啦，加強，哎呦，較神奇，對不對？互相交流啦，好冇？主要係見表你拿到獎金樣出嚟，哦，係啊，一轉來嘅係咪啊？哎用來看三位評審先生嗬，有辦法一直通過冇？嚇，嚟。哎呀，神謝夢。好，嚟，獎金拿出嚟。哎呀，好，恭喜哦，恭喜鍾阿伯。好，係怎樣的料？好，向下來看海族嘅表演。
on that beat. Yo. Give me all that you got now. Make you want me 'cause I'm hot now. I'm gone, so faded, I'm on one. Bang, bang, pop off like a long gun. If you a lame nigga, you ain't making no noise. Get faded, turn up with the big boys. Live fast, die young, that's my choice. Get money like an invoice. In the whip, make the money, make the grip. I be stunning with my click. Get it faded till we trip. Man, I love to get on. I love to get too on. When the drink get too strong, when the tree be way too strong. Get faded, turn up, bro, pour it on up till I can't even think no more. Get ready to go dumb, then go more dumb, then we can keep it lit, let's roll. I love to get too on. Let's roll. I love to get too on. I love to let's roll. I love to get too on. Let's roll. I love to get too on. I love to let's roll. You love it how I move you love it how I touch you, my one.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believe God is a woman.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yeah. You ain't got a one-track mind, yeah. Have it any way you like, yeah. And I can tell that you know I know how I want it. Ain't nobody else can relate. Boy, I like that you ain't afraid. Baby, lay me down and let's pray. I'm telling you the way I like it, how I want it. Yeah. And I can be all the things you told me not to be. Yeah. When you try to cover me, I keep on flourishing. Yeah. And he's the universe and I'm the company. It's you love it how I move you love it how I touch you, my one.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believe God is a woman. And I feel it after midnight, a feeling that you can't fight, my one. It lingers when we're done, you believe God is a woman. 重赏鼓励，好有活力啊！这样子呢，那条他在旁边哈，看出冲给韩国的那种天团在跳舞。是啊。这个平均年龄应该也差不多国中到高中嘛，哈。差不多，平均年龄大概在国中或高中，他们大概都在15、16岁。哦。但我们有一个最小的团员，6年级而已。我刚刚有一直看到一个角色老贝少。对呀，老贝少是你吗？哎，在我旁边。他刚好是我们道地的客家人。哎呦，你係客家人？你會講客家話嘛？大家好，乃係老貝少。老貝少，你好，怎麼會有這種 idea？ 对啊，我正想要问，怎么会？其实不是很传统，但是你不失这个客家元素的味道在里面。因为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比较喜欢流行舞蹈、街舞，或者是韩国的 MV 舞。那因为我们在杨梅区这一块大本营，就是客家。都是你们的。对，都是客家大本营。我们在那边就是传承我们的舞蹈艺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想说，既然现在小朋友喜欢，但是我也不想要让他们失去他们原本的血统，要让他们认清自己的文化。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作品编排，让他们更了解的。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祖先，这样。真的很感动，可以把一些平均年龄15岁到16岁的一些年轻小孩集合在你们的团队里面，对不对？还会跳舞，然后教他们不能够忘本。莫忘初衷，是不是这位老师？那就会传神呐。是啊，我觉得真的很棒。我想因为这一段他们可能客语没有那么的清楚，我就用华语跟大家说好。吓我一跳，我一定要用先给2位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太棒了，好不好？因为其实因为之前我也在儿童台做评审老师啊，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喜欢跳舞。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的是，以他们2个老师这么年轻，然后他愿意把客家元素加进去，而且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就是说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必须要用一些
很新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一些传统的东西。我非常的喜欢你们开场的时候加入这个元素。你知道刚刚那个老师那个舞蹈，这个手那个叫什么？那对，我觉得能够加入客家是让我很惊喜的，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团都以嘻哈为主，或者是以 breaking 为主。可是加入转手，我觉得让我很惊艳之外，我觉得小朋友的表演是很专业的。我觉得老师们把他们教的好好哦，我觉得他们每个地方都很到位之外，你知道，其实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因为他短短的时间给了分散，要把衣服换掉，然后要就定位，那个衔接真的很好。之外，我觉得我要鼓励的是，人有时候有天分没错，我觉得你们都有天分，但是我觉得努力更重要。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表演，谢谢你们来，谢谢。对，真的很多年轻朋友都是喜欢热舞，可是我觉得加入这个元素很棒。哦，光客家元素真的就让人家惊叹，会感动。对，好，会迷恋上你们哦。那看今明日呢？一追有办法通过吗？老师，请按灯。哇，谢谢。是不是3位不够，对不对？最好摆满。这太棒了，太有诚意了！今天带来这一团太有诚意了，谢谢你们来参加。你们下一次还会再来吗？是不是还有更小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一起带过来？耶，我又找到报名的单位了。观众朋友能看到黑妹董兄爱表演呐，加加哪天吧，打报名专线哦。我们错今日什么感谢你3位评审欣赏，还有天师给特送给观众朋友，还有今日嘅表演者哦。嘿，向前同老飞，嘿，大家来小飞。跳都太忘我啦，加来报名哦。